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在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三芝位于台湾北海岸，风光明媚，民生淳朴，听说也是个客家庄。今天我背起了背包，到这个以茭白笋及水车闻名的小村庄走一遭。走在三芝街头，丝毫感觉不到客家味。路边小贩阿伯说，海边有个地名叫圆窗，有间当地客家大姓江家的宗祠，我可以到那边看看。我依着他的指引前往，刚好遇见前来打扫宗祠的江氏宗亲会理事长江国强先生。江理事长，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个圆窗？是有什么特别含义吗？就是我们三芝客家这个地标的那个圆窗。所以圆窗是只有在这边有吗？对，三芝叫圆窗，我们才有。我们1706年我们先人有那个游行宫渡船来台嘛，要从那个大陆那个户政省永定县那个高头乡在渡轮船过来那个塑料港进来，这个时候这个圆窗的地名就是以前的地名但是我们就在这边开垦，我们老人先都盖了三合院嘛，那个我们这个轮年外出嘛，到时候我们这个盖的三合院没有人住就垮掉了。然后我的爸爸跟我叔叔在盖这边一个那种宗祠在这个圆窗的那个地名的圆的窗，以前圆窗地名在下面都好大，好久的门都是圆窗的。原来200年前，江理事长的先人搭船在三芝上岸，建立了家园。因为当时的宗祠有个圆窗，在当地甚为醒目，所以此地也被称之为圆窗。连日后改建的宗祠也保留了圆窗的特征。在我们这地标，就客家地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有了这个圆窗，然后才有了这个地名？对。其实这样好特殊用这个圆窗然后命名成这个地名，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对了，但是我们这个盛江的这边，台湾这个三芝乡我们是以前就来说都祖先会讲客家带客语，但是到我们这个时代都不会讲了。是为什么？那都同化掉了嘛，对不对？我们这边三乡都是那个虎落人嘛，他们讲虎落威嘛，客家都没有讲，我们都同化掉了。会讲一些安祖鞋、解梦念。谢谢这样。所以是从家里也都不会讲，不会讲，我的那个爷爷才会讲。想不到占了三支客家人大比例的江氏家族，现在也已经忘了客语怎么说。虽然遗忘了上一代的语言，但是传承的文化及习惯倒是没有忘记。我们盖寿宴的那个材料都是大陆运过来的。我们这个9月节重阳节我们就亲戚回来拜拜，再盖一个宗祠来这边供养这样。就是给所有亲戚，然后来拜拜。对，就我们江氏的亲戚在这边来拜拜这样。重阳节这里应该会很热闹很热闹，就重阳节很热闹，前排拜拜有几百多位那个亲戚回来拜拜。接着，江理事长指着发黄的照片，为我讲述江氏宗祠过往的盛况。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三芝乡这里的吗？对，就我们从大陆渡海过来到这个新庄子圆窗，对，我们再盖一个三合院三合院这个材料都是大陆运过来的。这好像也算是我们那个客家特有建筑。这个建设的，但是都跳进来。以前我们有当官才有跳井，不然不能跳井。所以他跟你们以前是有早期是有当官。当官对，当官对。原来圆窗不只是地名，也是三芝客家人特有的建筑形式。可惜旧建筑已在2年前倒塌，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再见到当年拥有80几个窗户的圆窗建筑。
不过张理事长推荐我去附近的民主公王宫看看，因为那也是三支客家人特有的信仰。哎，大哥，是，你是当地人吗？我是北海岸这边附近的人。哦，因为大哥，我看你好像有在研究。那你知道这边为什么会建造这个民主公王庙吗？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地方的客家族群，那这个庙也是从他们原乡带过来的一种信仰，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那个王爷。神明的那个性质跟位阶这样，所以三支的这边的客家人都是来这里祭拜这个民主公王。它其实最早是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区域性，就是新庄子这一带的信仰。那后来整个扩及大概从花莲溪以东，一直经过三支到石门的练家，都是这边的信仰圈。那我们都知道，客家人他本身的天性都是比较属于那一种喜欢追求安稳、宁静、平静的那种农耕生活。一般来讲就是说勤耕雨读啊，他们就会比较在丘陵山区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但是一般来讲，像这种情况，往往会山区会有一些盗寇、官府的力量又不足，所以他们会借由一些他们本身的信仰，跟他们有一些像团练的一个组织来保卫自己，所以他们这种信仰就是会比较聚集在一个比较区域性的一个信仰这样子。我看到前面这边是2个溪汇合的交汇处，对，它这个叫水口水口的意思其实。这个是由那个我们陈厝坑溪跟新庄溪的交汇处。那这个信仰大多都是建筑在交汇处，台湾大概有4处啦。那北部的话只有这个地方有，所以它叫水口民主公王。这边从出海口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类似一个渡口，那帆船呢会到那个出海口，我们叫水流之尾水尾。那个地方就是在有小船接货物上来，沿着这个溪流上来。没想到眼前一条小小不起眼的溪流，当年竟是三支地方船运的重要路线。那老师，你会知道以前的这边的客家人的生活状况？它只有少数的沿海活动，就是渔业的活动，那大多都是在山区。这些比较属于丘陵因为它平原的腹地比较小。那一般来讲就是水源充足的地方，大概都种水稻、茭白笋；稍微不利的地方，比较旱田，它就种番薯。然后比较属于山上水比较不起的地方，就种那个茶叶。花莲溪是一个在三支整个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条溪流。那我待会要去，你要跟着去吗？好啊，好啊。那大哥，那你再带我去。好。这一棵是蛮特别的，这是老家东树。家东是这个名称啊，但是这个在客家的族群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习俗。早期的客家人啊，在每年过年前，他要种植一棵新的家东树，就加了一个年，加了一个冬，这样子，就平安过了这个冬。哇，老师，花莲溪好漂亮哦。对啊，所以它是当地最主要的溪流吗？对，它是发源于大屯火山系，然后从上面一直流下来，造成了2侧的河阶地。所以我们客家先民早期也是用这一条溪来灌溉嘛。
对对对，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一般来讲，它整个客家族群的分布，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水口民族翁王庙那个部分啊，他们的信仰圈也是由这条溪来划分。哦，这个划分巴连溪以西它是属于比较泉州的信仰。那这一边以东都几乎是比较属于那一种客家族的信仰。哦，原来这条溪不只是灌溉，还有来区分那个客家人的那个区域。对，信仰的范围。信仰的范围。对对。哦，我是有看到它很特殊的那个地形，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对对，它就是有一点坡度。那所以因为在灌溉取水的时候，必须要用水车比较方便，由低处往高处运送这样子。哦，对对啊，我一路走来的时候有看到好多的水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车啊？这是因应地形的关系啦。那最主要它是集中在3个村落，在八贤还有埔头、埔平。那其实我们沿巴连溪在老一辈的访谈里面他们说小时候在这一段路途上都会听到那个水车咔咔咔咔的声音。哦，那大概有20-30座都在这个沿岸这样子。难怪三芝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水车，原来那不是装饰，而是在纪念早期客家先民在三芝这个靠山临海的狭小丘陵地，因应当地环境而衍生出来的生活工具。三芝这边还剩下多少个水车？目前大概就是对外观光的，就是做了这个5个水车园区，总共有5个水车园区。对。老师，我刚刚看这个水车，其实近距离看很壮观。对。老师知道它的原理吗？这个水车其实我们就历史上的发展从在中原的民族大概在1800年前，那大概是三国时期有一个马军，他为了就是也一样从低处要集水在比较高的坡度上灌溉，所以就发明的这样的水车。那早期的造型不是这样，它叫龙骨水车。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几乎都是让游客参观事实上，它的整个运作的功能已经有点不一样的啦。对对对。所以当地的客家人早期的生活，就是用灌溉，然后也有用水车。对，最早都是取水灌溉，因为大部分因为整个三芝大概90%都被大屯火山系覆盖，所以它很多的这种坡地丘陵，那灌溉上会不方便，所以会利用水车来做取水。那到日据以后，就慢慢发展成做动力的运用，像怜悯、制茶甚至有一些做一些什么加工，都会用到水。所以巴连溪的水等于是孕育整个三芝的文化。听到老师的解释，终于了解三芝的水车是早期民生的重要工具。我真是小看这些水车了。但是我依旧很好奇，三芝是个客家庄，为何沿路都听不到一句客家话？整个北部尤其在北海岸4乡镇里面，淡水除外啦。你像从三芝、石门、金山、万里，你可以看人口比例就以三芝来讲，它就客家人占了30%，算高的。你像金山大概就是1/10，2万多人大概就是2000多的客家人而已。所以整个北海岸非常重要的重镇，客家族群的重镇是在三芝，而且包含的它独特的，我们讲老客腔是这2个地区有的，就是三芝、石门。那现在这个话都不讲了，我们真的很担心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里的客家人已经渐渐的隐藏自己是客家人，对，然后少了失去说母语的机会，对，所以现在这边是有在努力的在推广原乡文化的事情，对，但是在活动上都是有一些文化上的活动，但是
客语的方面，说实在蛮可惜啊，因为这个地方有2个很珍贵的客家的腔调，像武平跟饶平，这个在这个地方好像慢慢已经消失了，这个是蛮值得去注意的。刚刚有聊到，就是客家人在这里会隐藏自己是客家人，少了说母语的机会，对，所以这个人口比例是不是会越来越少？对，如果我们从大概民国15年来算哈，看当时的记载，大概客家族群在整个台湾人口分布大概有15.6%。那北海岸3支很特别，这个时候都还有30%的客家族群，像金山只有10%，但是往往很多的他的客家族群的后代都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对。是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因为早期的整个社会的环境的背景因素啦，族群的大小，还有移垦的早晚的问题，所以老一辈都一直教小孩就是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连就是客语也慢慢的流失，没有会讲。对，像我大概父亲那一代的，大概能听到就是叫阿公阿嬷的客语是什么？说实在，我也不会讲。所以就是可能上一代慢慢的到这一代，所以就流失掉了说母语的机会。对。听到老师这么说，心情不禁沉重了起来。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如果忘了怎么说母语，会不会有一天3支的客家人也会忘了自己是来自何方？老师，我刚刚有看到这棵树也蛮特别的。这一棵是蛮特别的，这是老家冬树。家冬是这个名称啊，但是这个在客家的族群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习俗。你会发觉早期的客家人啊，他会在每年过年前，就是过了这个冬天，他要种植一棵新的家冬树。是哦，就是过年前要种一棵树。对，就意思是说感谢这一年来平平安安的过了这个冬天，好好的过这个年，所以客家族群它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过年前要种一棵家冬。所以这个就是家冬树。对，就加了一个年，加了一个冬，这样子就是平安过了这个冬。好美的习俗哦。对。大哥，我们年轻一代对这个风鼓比较陌生，这个是要怎么运作啊？运作这个大鼓这个在锅面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它就转动，它的好的风会下来，这个是捕鼠器啊，这是捕鼠器，对，抓老鼠的，对，抓老鼠的，用竹子做抓老鼠的，这个是怎么抓？就是我手放在这边，好痛哦。告别了老师，临别前，老师说附近有位江金木先生，他是会做3支客家人特有的八角风筝。我很好奇什么是八角风筝，依着老师给的地址前往寻找，还没找到人，老远就听到呼呼的声音。大哥，这个是什么？我看你刚刚挥动，好奇妙，它会发出那个声响这是弦弓，弦弓是那个八角风筝在用的。大哥，什么是八角风筝？是八角风筝是有8个角，这是我们小时候在玩的。大哥小时候在玩的，都是玩这个八角风筝，用竹子编的。八角风筝原来是早年3支一代客家人主要的休闲玩具。至于是不是当年来台开垦的客家先民所带来，已经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考。以前就是用这个塑胶的绳子绑吗？以前是用沉的现在比较少，然后就用这个代替。所以大哥小时候就是都是这一附近都是在玩这个八角风筝，这个地方都是在玩这个。所以竹子是以前到现在都是用竹子。那大哥，我想要体验看看怎么做这个八角风筝。好，我教你做啊。好啊。
八角风筝的制作原理跟一般风筝相同，都是由稍薄的竹片与纸张构成。唯一不同的是，八角风筝是由2个正方形的竹片骨架所组成，所以竹片的精准度及风筝的平衡更是重要。烧好制作风筝的竹片，接下来江大哥展现出一项绝技，就是将2根竹片垂直的结合。我们现在开始绑这个八角风筝哈。哦，大哥，你刚刚是不是又劈了一个小孔在一半？哦，这样才会好厉害哦！我刚没有注意到大哥在劈的时候啊，他有把它再多劈一点点这样子，一点点的裂缝，然后是要让它更稳固。江大哥熟练地做着风筝的骨架，我还是对于八角风筝的起源有兴趣。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八角风筝？我们这边的习俗都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是客家人呐，客家人现在都客家话不会讲，都讲国语。哦，所以就是虽然就是不会讲客语了，但是无形中还是有学到这个八角风筝，从老一辈开始传承下来。大哥，这个八角风筝是那个爸爸教你的吗？对，小时候是他教我的。我们10几岁的时候啊，自己就会做了。哦，10几岁自己就会做了。常常看他，每次他都做给我们，他做久他都不做，然后你自己去做，要玩自己去做，就自己学了。那像小时候，就是同学们是不是也会一起做这个，然后再一起比赛啊，看谁做得好？对，看谁做的比较会飞，看谁比较会飞，比较高。八角风筝不稀奇，害羞而不善言语的江大哥，还会一项几乎已经失传的手艺，那就是72角风筝。大哥，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72角啊？是不是拿这个去比赛就一定就赢了？不一定啦，放得上就可以了。放得上就好。可是这个做的很精致哎，这个好漂亮哦。是怎么会想说要做到72角？说比较好看的，比较好看，比较难做。哇，这个其实我觉得拿去比赛，光看到这个风筝就赢了。对啊，这个好精致哦。其实这个一定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好像只有在三芝这边才有看到这个八角风筝，所以这个算是三芝特有的风筝。不论是八角风筝还是72角风筝，江大哥的手艺都让我大开眼界。绑好骨架，接下来就是粘纸。先将纸张裁成与骨架符合的尺寸，粘合之后，八角风筝就完成喽。大哥是要刚刚好跟这个八角是一样的宽度，跟它一样，宽度、长度都要一样。大哥，这个小时候是用什么粘啊？可是这样粘啊。因为我妈妈说他们小时候是会用那个米，然后米来粘。你说用手的吧？啊，对啊，然后就是报纸嘛，然后也是这样子贴这样子。然后用手的吧？大哥，你小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这个风筝吗？还是会有那个兄弟姐妹一起帮忙？做都是一个人在做，都一个人在做。好了，完成了。哦，大哥，现在这样子就可以放了吗？可以了啊，绑一个尾巴啊，做一个就可以放了。哦，只要我在下面再绑个尾巴就可以放了。哦，哇，自己完成了这个八角风筝。然后刚刚听完大哥的故事也好钦佩，竹编的风筝、冰风筝特别有味道。能想到在那个简单朴实的年代，也能创造出这么好的生活乐趣。拿着自己亲手做的八角风筝，虽因天候不佳而无法放到天上去，但是我可以想象这个美丽的风筝在天上凌风高飞的模样。大哥，这个72角的风筝看得出来手工很巧哎。对。不止这个，还有别的东西啊！我还有做别的东西哦。大概有做别的东西是什么？抓老鼠啊！抓老鼠？你说用竹子，然后可以做成抓老鼠的器具哦？对啊。那大哥，你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想不到还可以用竹子做成捕鼠器，这倒还没听过，真的要去开开眼界。大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捕鼠器啊？这是捕鼠器？对，抓老鼠的。对，抓老鼠的，用竹子做抓老鼠的，这个是怎么抓？这个是在室内在用的
啊，现在可以抓了吗？可以啊，可以。是这个是要怎么抓？这个是放在室内那个墙角，墙角的中间哈，它会从这里跑过去，就会砸到了。哦，就是我手放在这边。好痛哦！扎到一层，我能感受到那个大哥的智慧心血，是一个非常有巧思的器具。大哥好厉害哦，发明这个有巧思的器具。这个是我们的小时候的铜碗。铜碗。这个是铜碗。这个是。这个可以啊。好有趣哦！是直接小时候这样转，好好玩哦！而且它是用那个我们的那个罐子做的。刚才这个是室内用的哈，室内用的。我们还有一个室外，这个在室外，我们到稻田里面呢，抓那个老鼠，老鼠会出那个稻米啊，我设计这种去抓。这个是室外的，这个是要怎么使用？这个种好哈，里面放一点米，它会跑进去吃米就砸到了。所以这个是手这样放进去就会夹的，会砸到。那我是这样放吗？这样，然后碰到这个，碰到这一只，然后就会夹到。我连是被大哥的心血夹了2次。因为那我现在可以拔开了。可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江大哥的家已经成了客家常民文物的博物馆。江大哥说，他还有小时候的玩具，而且是不必花钱的。哇，大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水车。这是水车。大哥，你手真的很巧哎！这个要怎么使用？用两个架子嘛，水冲下来，这个就会转。就会转了。大哥，这个是用什么做的路边那个草那个就可以了。路边的草跟叶子就摘下来就可以做这个了。对。大哥，我看到这个是这个以前那个风鼓。我只看过大台的风鼓我没有看到那么小台的大哥怎么会突然想要做这个？喜欢玩啊，大台不能玩啊，要做缩小，做这个小盒来玩。大哥，我们年轻一代对这个风鼓比较陌生，这个是要怎么运作啊？运作这个大鼓一个在后面拿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它就转动，它的好的风就下来，大鼓风就下来，就是比较硬的那个从这里下来，这个第二的这个从后面出来这个就没有用了。就是这个是没有用。放进去之后，然后用这个转动，然后会分好的跟不好的。好的风吹过来啊，比较重的会落在这里的这一个，比较轻的最轻的要从这里出来，最轻的是没有用的。这个出来的是人在吃的，这个是在养那个鸭子啊，给鸭子吃的。从这里出来都是给鸭子吃的。这也是先民的智慧，利用风的原理，然后把分好的跟不好的，是这样的。除了以前农家的好帮手风鼓机之外，江大哥更拿出他的得意之作——小型水车。他说，小时候看见水车在附近运转，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把以前的记忆缩小保存起来，留给后代子孙看。大哥，我知道，三芝的客家庄有很多这种水车，对啊。所以大哥，你做这个水车的灵感是不是来自这些水车？对，这个水车以前是在发电的，这个是在发电的。这个我把它结合起来，这个是在冲米的。冲米，冲米是什么？冲米是大鼓下去冲，成白米，是我们人吃的。你说是用这个冲的。就是这个后面它就是把那个稻壳压到变成是我们吃的米。对。哇，这个除了可以灌溉，还可以冲米。所以大哥，这个要做多久？要做多久？我在做都没有算时间了，有兴趣就做了。看着木讷寡言的江大哥，讲起他因为怀念以前的农作生活而无师自通的铜碗及模型，眼中所散发出来的光芒，也许是因为忘记母语怎么说，所以才拙于表达吧。大哥，你会做给儿子或是孙子玩吗？有啊，
那个儿子孙子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也觉得哇，很喜欢哦，很喜欢？那有没有吵着说要做别的手工艺？我的孙子他说，阿公很厉害哦，什么都会做。第一次踩在那个茭白笋的田地，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寸步难行。是怎么样挑茭白笋是可以采收的？对，看它这个幅度有大起来，一般没有。说这个横的幅度。对，有看到白白的肉，茭白笋白白的肉，你看这么白，可以生吃的，你吃看看，不亚于那个水梨。好甜哦。在言谈中得知江大哥原来是北海4乡镇有名的建庙师傅，早期北海岸一带10之8九的庙都出自他的手，难怪手这么巧。江大哥也说，时代在变，三芝也在变，不只是当地的客家人不会说客语，原先三芝片山的稻田，现在大部分都被茭白笋取代了。在横山附近有位来台已经14代的客家农民，如果想知道更多在地客家人的事，可以去找他聊聊。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大哥，你是在收割吗？对，在收茭白笋，收成。这个是茭白笋。对。所以这附近全部都是种茭白笋。对。哦，那大哥，我可以体验看看，我帮你忙好不好？可以。穿上李大哥借的雨鞋，就要展开我的茭白笋收成处女秀。大哥，让我来帮忙你。好。第一次踩在那个茭白笋的田地，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寸步难行。是怎么样挑茭白笋是可以采收了？对，看它这个幅度有大起来。这个弧度哦，你说这个弧度是这个有大起来，一般没有。说这个横的弧度。对。哦，就是大哥说让这个弧度还没有结包就这么细嘛，你这个有大起来以后哦，是长得比较大的是可以采的，这个是还没好的。这个有看到白白的肉，茭白笋的白白的肉，你看这个这么白。哦，好白哦，可以生吃的，你吃看看。这可以生吃。对，你这些弄断，你可以生吃。哦，好白啊，你看。真的难怪叫那个茭白笋，真的很白，因为以前我看到的都是黄黄的。你可以吃看看。好，我吃看看。那个不亚于那个水梨。好甜哦，真的好甜，而且脆脆的，有6度，用机器测出来的这个甜度。第一次生吃茭白笋，没想到如此美味。所以大哥是从小到大就住在这里？我就在这边土生土长，但是我们祖先呐，是从福建漳州府的沙湾县，也是客家人。那么我们祖先来的时候，在我爷爷他们讲，就是居住在永和那一边。后来因为某种因素，就迁居到金山。那么迁到我们现在这边居住，已经差不多70年了。那从那个永和到现在，总共是有多久啊？大概我们有14代，比如讲说1、2、3房，我是第3房。我们这边已经有14代，大约有200-300年左右。因为我爸爸他们3兄弟就对面那个就二伯，这边对面右方前面那个是大伯。旁边这些都是住亲戚吗？对，亲戚对这边都住在这一起。对，尤其我们这个客家人呢，因为对祖亲的向心力很强。同时我们客家人呢，对这个从事农业生产来讲，就比一般的人刻苦耐劳。这种生活上是不是这些亲戚都会互相帮忙？对，当然的互相帮忙，就是有时候比如讲着水稻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早成熟的，要相互帮忙，大家互相换工就帮忙这样子。哦，好团结哦，很团结。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改变，像我们年节啦、什么习俗啦，我们又做那个什么菜包。那个里面用包那个菜，高丽菜啦、萝卜丝啊，还有做那个咸糕啦，绑那个咸粽子啊，什么都是一样，这个习俗都没有什么改变。大哥小时候是常常帮爸爸来这里耕作吗？对，从小就因为我是只读国小就没有再继续读，
其实我很爱读书，我也很会读书。在国小的时候，我都班上的第1名，都当班长。但是跟姐姐同班，姐姐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交通工具，就姐姐带弟弟去上小学。那么姐姐继续在读初中以及高中啊，我就是读初级中学，初中读1学期，爸爸就因为他就很珍惜说一点点的土地啊，怕荒废掉，叫我说鼓励我说从事继承他的产业我就自然而然就把它从事帮忙爸爸，对，帮忙爸爸。李大哥说，虽然小时候没办法继续念书，但是他从不埋怨，因为他知道他的责任。采收告一段落，帮忙李大哥把茭白笋推回中庭，准备包装。李大哥继续告诉我他的故事。其实茭白笋它的种植方式很像稻禾，所以客家话会叫某笋、禾笋，但是我们苗栗的话会叫搞笋。大哥，我这样念对吗？对，因为茭白笋是禾本科的嘛，叫禾笋就是很精确的。禾笋。对。大哥，你现在还会讲客家话吗？已经被同化了，不大会。比如讲有一些俚语就一点点的，比如说先生你有下在哪位啊？俺不要落去空天一样啊，这几句啊俚语而已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先生你的家住在哪里呀？还有晚上都来去看电影啊，都被同化了。是因为家里都没有在讲？对，都没有在讲。以前祖父听爸爸他们讲，祖父在上一代曾祖父他们那一代有在讲这样子。后来要遇上我们这一代又学国语，你知道吗？就学国语。虽然我们是客家人，但是客家人比较少。都客家人比较少，我想今后也就应该有时间要来学母语才对。大哥，你是小时候你其实是想读书，只是因为帮爸爸去耕作，帮了家庭的生活。对，因为爸爸早期他有得了胃病，那时候他就比较没钱，就不肯去医院治疗，或是割掉，你知道吗？手术掉。他就一工作就蹲在我们的田边，好痛啊！他鼓励我说你儿子啊，你要帮爸爸继承这个基业得来不易的1-2公顷的农地啊！我也是听了很感动啊！我就是说，好，我就继续跟爸爸学学到今天，我也感到很高兴。爸爸给我教了很多他的技术，对，我从小就很孝顺。我感觉爸爸讲了，我就不错，这样应该跟他学习这个农业也不错，应该不晓得说。可是大哥，你那时候不是说你是很想要读书，而且你很会读书？对啊。然后在初中的时候，你是想要考，你有考到？对，考到啊，对。那这样放弃，你不会觉得很难过？很难过，但是那么小的时候就想说听爸爸的话，孝顺为第一。因为在后来我长大以后，体会到有一句话，有名言，就是说百善孝为先。所以我在有个机运之下呢，得过我们台中以北7县市的孝弟楷模，受到表扬我感觉我人生这个一切努力也没有白费，感到很自足。对。所以你有曾经有想过说，就是想说做别的工作，还是有曾经去做过别的工作过？有，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有想说，不然来去学那个装潢。当装潢师结果要去到山区搭公车的时候，我妈妈就强把我拉下车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一辈子可能要认命当务农。虽然李大哥客气地说，因为认命来务农，可是从他爽朗的笑容与黝黑的皮肤，我肯定他是天生的农夫，而且乐在其中。1年1收的茭白笋，鲜美细嫩，也见证到这里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好土壤，红砖瓦跟这个绿田野，真是3只美人腿的乡野风情。加上刚刚大哥分享的故事，也感动了我。告别李大哥，正想趁着夕阳余晖搭车回家，却被远处传来阵阵激昂的太鼓声吸引，脚步不由得往鼓声处前进。
来这是三支当地客家协会的太鼓班在练习。太鼓不稀奇，吸引我的却是他们在打鼓前所唱的那段客家歌谣。趁着他们休息的时候，我跟他们聊了起来。一平，你告诉哥哥，我们平常上课要打几次？打很多次。数不完的次。问他们说不累，你其实就是这样啊，每次上课就是2个小时，然后都没有停。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休息，所以人家问我说，你第一堂课上到什么时候？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课？不知道。我们如果他们没有人要喝水的话，我们就是一直这样打下来，从头到尾这样没有停，对，就是2个小时。我觉得最难的是要记这样的东西，它不像唱歌哦，我漏了这句歌词，下一句歌词就来了，对不对？或者是有音乐，我这个点漏了，那个点就进来了，不是，这就是永远都回不去了，只要一错了就回不来了。所以他们只要一忘记谱，就会回不来。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最难的是，这本来就不是在他们生活中会出现的东西。对，所以要怎么去把这个节奏记住，而且这是一个有长度的东西。有，刚刚看你们打。这样是多长啊？大概3分钟，3分钟多一点，是不是打错一个就没了？就很难回来了。要马上跟上去吗？还是？可是你要找得到点切进去哦。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这群人左右手都搞不清楚，尤其是当右左右你的左右同时2下的时候，我们光这个节奏就打了很久，真的非常的。你说右左，你可以试试看啊。来，一题你教哥哥来。好啊，好啊。右左右左右，哥哥试试看，右左左右有多难？好。右左，你示范，你要一边左右。一题你要当小老师，来，好，请你跟我一起哦。好了，一题你嘴巴念，然后请哥哥示范。做一次，来，预备，开始，右左左右，念出来。是吗？右左了，对不对？是吗？我刚是吗？再一次。站人右左右。好。一题再一次，嘴巴念出来。哦，右左左右。可是他的动作这样6公分，对不对？左右抬高，听到没？好。有吗？欢迎明年加入。好。看似简单的太鼓，还真不容易啊！才1、2下就让我满头大汗，不得不放弃。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将太鼓与客家歌谣结合在一起？我将这问题请教了太鼓班的班长高小姐。一些客家的传统的一些习俗，其实都已经都没有了。那我们当初成立这个社团，就是要把它这些东西要慢慢找回来。那因为学客语比较难，用歌来教客语会比较简单，所以就是想说，用这样子的结合，就是一步一步把他们带进来这样子。所以把这个客家的歌谣加上这个太鼓，对，这样他们其实也有学习的兴趣，跟其实在学习上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3支的客家人是不会讲客家话的。那每次去开会，去到会场，然后那个主持就会问说，那个住在3支不会讲客家话的那个社团有没有人代表来？我们都觉得好丢脸哦，为什么只有我们不会讲客家话？哇，这样子真的是对。然后包括有点难过哎，像我们去有那种研习活动啊，其实我们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可是他们也不会说，有一个翻译来跟你解释说他们刚刚在讲什么，我们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对。所以才这么努力想要推广说学客语的这个班。对，当然希望说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3支客家人重新去找回他们的母语。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我是客家媳妇，但是也要尽一点心力这样子。即使不会客语，客家文化的影响力还是存在。身为客家媳妇的高小姐特别提起3支客家人，虽然已经忘记母语怎么说，年节时还是会记得要包客家习俗的板。我们3支这边的客家人，他在扫墓的时候都是在元月，
那我们就是会教他们做一些什么板呐，然后那个丁圆，那个是客家的三支客家的特色，就他们祭祖的时候都要有那个圆，有没有？就是五个那个年糕做的东西，然后把它叠起来，这样一叠这样子。板嘛，然后叠5个。对那个板，然后还有钉，所以是这边这边会特地做这个。对，做这个去扫墓。所以我们在客家美食推广的部分，我们就一直要去把这个再把它保留下来，还有菜包。菜包。对，就是那个做的那个包子都是包肉啊，包什么？我们是包萝卜的，然后包上面还做一个那个有一个弧度一个图案这样子。就是三支特有的图案这样。对。所以是大姐自己本身也会做。会，这一部分是客家媳妇都要会做的。其实刚刚听完大姐分享的故事啊，真的很感动，因为大姐是很用心、很认真的在推广客家文化，然后做了很多事情，然后用尽自己的心血去付出。其实刚刚我看到最感动的地方是这个打太鼓的这个画面，他最小的可能才7岁。最大的68岁，所以他们其实相差是60岁，可是他们要打在同一个鼓身上，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付出的心血跟他们要练习是付出很大的时间去换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是真的很感动。然后虽然母语在这里渐渐的被淡忘了，但心中回响的是那份归属感。语言是传递文化最重要的媒介，在山支这里的客家人少了说母语的机会而生疏了，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得到他们一点一滴的找回客家文化，在失去母语的环境中用心的付出和努力，再次点燃传承的星火。